然后说科黑，我也算是科黑啦，因为我现在在媒体上面我都已经公开的，就是讲说，都是公开的批评柯文哲。当事情好的时候，四大运办了，大家成长的时候，这都是你台北市的功劳，仿佛都没有那个体育署大家在协办，大家在帮忙一样。然后一旦出事情之后，都是农委会要负责，都是国安会要负责，都是中央要负责，台北市政府突然又变成一个配合的单位。我希望民进党要提的，你一定要去大声的去支持民进党现在表态要参选的候选人。你每再讲哦，民进党一定爱撒人，然后要完之后不，然后大家都讲点。在参议员竞选总部媒体创意中心当副主任，什么媒体创意中心？谁知道那什么东西？校园难怪有个在。对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啦。然后发言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什么行政院发言人还是哪里的发言人？好，所以最后他们对我发现他们对我的印象会有办法留下印象，就是一开始小英的发言人，确实觉得政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那所以像我一开始早上在站路口的时候，比较没有那个笑容，比较没有那么灿烂。就我很多朋友就会问我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站得不甘愿？我说我真的不是，但是我就在那边看到，因为大部分经过都是骑机车的，台北市机车族很多。然后我看到很多，你就是看到他们那种辛苦上班的模样，然后你仿佛可以看到，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打拼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在打拼的人，我就觉得说人家在那边那么辛苦，为什么打拼你在旁边笑那么开，在笑什么东西？有什么好笑的？